大家好，我名叫做莊家，我而家呢就住喺加拿大，我已經退休啦。我練習太極拳都有20年啦。而家呢都市人呢生活節奏太快啦，普遍呢都面對呢健康問題，好似壓力過大啊，成日坐啊，失眠啊，仲有腰酸背痛啊。而太極拳同氣功呢，就淨係改善呢都市人嘅健康，調和心靈嘅強大嘅方法。我嘅影片呢，或者線上課程入邊呢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睇到呢真正嘅養生功法。呢度呢，絕對冇人工智慧嘅 AI 生產出嚟嘅虛假影像。每一位大師呢，我都會親自去拜訪交流，並用心測試，確保佢哋呢有真正頂尖嘅實力，能夠真正幫到大家遠離都市病，改善健康。其實開呢個 Thai Fit 頻道呢，純粹係出於自己嘅興趣，希望可以透過影片呢，將一啲健康嘅知識分享俾各位，等大家一齊活得更健康。我展開咗一場全球之旅，去尋找頂尖內家武術大師。有小朋友喺度。那個轉身的哈，對，還有由香港、台灣到馬來西亞，我每一站都記錄大師可以幫助現代人強脊髓、通氣血、減壓力嘅體能方法。呢個貓三王，呢個好嘢。呢啲咧就係專注。我建立呢個頻道呢，純粹係因為呢，我熱愛太極，我希望呢可以將最正宗嘅傳統健康嘅武術呢記錄落嚟，分享俾全世界。如果你都想遠離呢個都市壓力，改善健康呢，咁啊要留意下精彩嘅影片啦。將會呢有更多唔同國家嘅大師出場，咁記得要訂閱啦。